这里去跑过，可是你们12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那对我们达赖来讲，它是一个我们的圣山。为什么呢？有关传说的部分，一个就是比什干，比什干就是达赖的发源点。我们的发源点，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相信说，这个真的是我们的达赖的圣山。然后第二个呢，几千年前我们有传说故事说，我们曾经有洪水的时候呢，我们的达赖曾经到这个山上去躲避。那我们有很多的传说，美丽的传说故事，都跟这个八八金山、宝宝宝都有关系。
到八尖山。我们是不是再给这些毕业生掌声鼓励呢？我们要感谢制作这个影片的顾黎顾老师，还有提供的刘宇阳刘教授。难怪连爬山都很强，通常对水泥灌破都有印象。在校生致祝福词。各年级的学长姐们，希望你们在国中不要学坏，学业也一样进步。谢谢你们的照顾，也谢谢跟我一起上夜班的学长跟我一起精进。6甲的学长姐们是在校生什么？6甲的学长姐们，祝你们毕业快乐，要天天开心哦！不要学坏，上国中不要交坏朋友。简称林丽、孙妮、诗婷、嘉玲、嘉柔、雅轩、志龙、子琪。祝你们上国中还可以当合唱团的团员。6甲的学长姐们，长大要有成就哦！长大不要做坏人哦！再说一次，毕业快乐！再见，祝你们一路顺风，成万不幸。各位学长姐，毕业快乐！谢谢你们这4年的教育好伙伴，上国中不要读坏哦！还有你们毕业后家人的梦想。6甲的学姐们，祝你们毕业快乐！谢谢你们的照顾。虽然不知道国中可不可以再看到你们，但是我一定会等你们。你们班有让我再看到6甲的同学，你们上国中要快乐哦！要跟小孩子一样，谢谢你们让我看到毕业快乐。你是在福州的姑娘，是上一笑。谢谢我们的在校生带来这么温馨感人的祝福影片。这些话都是每一位在校生的肺腑之言，真的非常感动。毕业影片，看完了在校生的祝福影片，接下来就是毕业生的毕业感言，以及他们在学校里的点点滴滴。首先是幼儿园的毕业影片，让我们用心观赏影片。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真的非常活泼可爱。紧接着要观赏的是国小毕业生的毕业影片，我们一同来欣赏。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不知跟着谁，却进却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却相遇守在里面。今夜的月光照在台中，照着我一夜恍惚沉默，每根头发都失眠。天空它究竟在思念谁？是不是都和我一样，回不去昨日甜美的细节，才让今天有沦陷。你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不知跟着谁，却进却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却是守在里面。不管要多少时间，多少眼泪，多少落空来等待，不管你是不是会回来。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傻傻的期盼你是我仅有的。你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不知跟着谁，却进却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像逃雨守在里面，守着回忆藏在里面。哇，国小6年真的是多彩多姿。没错，我们都相信这6年我们所创造的历史绝对不是偶然。在这6年中，有太多的影像印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让我们再次掌声，谢谢毕业生以及班导师们所制作的影片。毕业生致感恩词，毕业生代表孙妮。毕业生请起立。校长、各位贵宾、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学弟学妹，
是毕业生代表宣明。时光荏苒，就在这花开花落之间，小学6年即将出走。加油！少年时光的流逝，累积出多少欢笑，有多少悲伤。此时，心中却带着一份喜悦与不舍。曾有多少个日子里一起读书，曾有多少个日子里一起游戏，曾有多少个日子里一起歌唱。那些快乐的时光，似乎还留在昨日。今日我们画下暂时的句点。回想6年前，我们刚进校园时，处处忙碌的小毛头，什么也不懂。如今，我们如获得了些许知识，还有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全是师长本着会不厌、教不厌的理念所教育的成果。多少个美好的日子，在教室里聆听老师的教导；多少个风雨成婚的日子，在校园里接受老师的指导，使我们逐渐茁壮成长。师长的恩情比山还要高，比海还深，是我们一生所不会忘记的。相处6年的同学们，及谆谆教诲的老师们，陪伴着我们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从我们懵懂无知走上知识的殿堂，师长的细心照顾与同学间的真挚友谊，都让我们难以忘怀。小学毕业只是一个学习阶段的结束，却是另一个学习阶段的开始。此后，我们还有漫漫长路要走。值得欣喜的是，师长已为我们开启了以上学习之门。桃山，我们所敬爱的学校，今日即将离别，我们将带着桃山的快乐与自信，踏上新的旅程。未来的精彩，必能在母校的心愿下达成。最后，我代表全体毕业生同学，祝福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家长身体健康，各位学弟学妹们学业进步。谢谢大家。毕业生请坐下。真情有用。好，我们谢谢毕业生孙妮他的支持。导师致叮咛祝福词。好，我们请6年级毕业班的导师戴彦豪老师来进行毕业致辞。在场的各位长官贵宾、校长、主任，还有各位师长，在校生，还有今天的主角18位毕业生，6年过得非常快啊。老师很幸运能够参与你们的这2年。这2年非常的特别啊！因为看到刚刚那么多的画面全部都是属于你们的好多的画面都是属于你们的。那日子我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去创造自己更多的画面。老师在这边当你们2年的班导一直不停的讲了好多的话告诉你，但是今天老师还是要再讲几句话希望你们要仔细听下去。你们是幸福的，你们的家长这么的照顾你们，你们的老师这么的指导你们。希望你们继续就像老师刚刚的影片里面要把幸福让它更有价值，一定要把它更有价值。更有价值。以下我老师希望你们要记住3点。
3点事情，希望你们一定要记起来。第一件事，你们一定要孝顺父母。不管未来发生任何的事情哦，你要第一个要谢谢的一定是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照顾你的家长。身体发肤收拾父母，不可以毁伤，你要记住。第二件事情，你要听以后，不管是之前的老师，或者是未来你还会遇到更多的老师，你一定要听从老师的指导。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终身为母哦。你们从幼稚园的美容老师、慧仪老师，还有1年级的正一老师，2年级的一级老师，还有志恒老师，3年级的淑仪老师，4年级的郑贤老师，还有川喜老师，还有秀莲老师，还有文平老师，再加上老师这2年带领你们的，还有以及你6年幼稚园那些不停在指导你的各个领域的老师。希望你们一定要记住老师所说的每一句话。第3件事情，你一定要继续的保持着你现在这么良好的品德。老师真的觉得我非常的开心哦，你们这2年哦进步的非常多，老师哦非常感动在心。卓越的学业表现，它永远都是奠基在良好的品德教育上。老师希望你要记得这3件事情，在未来的日子里，不管你上国中，你到高中，你甚至到大学，你未来的老师他绝对会在跟你不断的在重复这3件事情。现在记得，以后你会由心里开始去慢慢的去记得你自己这些老师不断的谆教诲的事情。这3件事情绝对要记在心里。最后，老师还要祝福哦，18位老师最亲爱的、最可爱的、最喜欢的18位毕业生，毕业之后一定要秉持着桃山的骄傲、桃山的信念。毕业之后，绝对要创自己的精彩，你的未来绝对比老师更强、更棒、更厉害。以上所讲的，希望你们一定要记起。最后再祝福你们鹏程万里。